体大车拼来看台湾球星林书豪宣布正式来退休。昨昏伫咧新北国王主场的现场，有6500个这球迷来见证，还有 NBA 到各界大明星拢来参加祝福。林书豪15年的球员生活嘛成功圆满。让我们欢迎亚洲天王周杰伦。 周杰伦雄雄出现，规场拢喊起来。12月28暗时，伊来到新北国王主场，做传奇球星林书豪退休仪式的神秘嘉宾。他骗了我，他说他今天晚上来不了。你就是要练我的歌，有这么正能量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会忘记说，我竟然认识一个传奇人物。虽然现在毕业了，然后呢退役了，不过在人生的道路上啊，其实还很长。我们这些球迷一定会继续支持你。 原底敢若透过影片祝贺林书豪，而且要求莫搁练伊的歌的周杰伦，直接穿黑色的西装行入场仔来，互事先唔知影的林书豪真欢喜。伫个6500人见证之下，林书豪伫父母、兄弟、规家人的陪伴之下，徛上新增体育馆。就是这里那么多队友、教练变成兄弟，我家人一直支持我，包括我的信仰。 当我往后看这15年，我就会想到这3件事。回顾这段对 NBA 金州勇士起步，伫纽约 Knicks 唱起来，落尾转来到台湾，协助新北国王摕到冠军的旅程。伊感性表示，这15冬来每一步拢是信仰甲韧性的见证。现场大金幕放送伊历来精彩的好球。当伊的旗仔挂伫球场顶头的时，全场球迷大声喊出 “Linsanity”， 向这个阿的拿球传奇致意。Linsanity forever。 伫个仪式顶头也放上祝贺的影片，包括 NBA 总裁席佛、前队友魔术霍华德，也有演艺界好朋友丁子琪、林俊杰等人，拢录影片送来祝福。虽然正式退休，也毋过林书豪强调，这毋是结束，是人生新篇章的开始。伊还继续用林来疯的精神，鼓励更较侪追求梦想的少年球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